即个抛出就对啦吼，算讲大家拢有机会，算嘛是这是大家公一个啥有机会，当拢有当得到即个作为。那么呢，咱知影这过程当中，就是伊的地主，伊嘛，咱头拄前面有讲心知肚明啊，就是做事拢知影个地主收取到啥物境界，建设无建设，只是呢，当然呢，是即个人物上的当然，即个情绪拢是爱走过一遍，当然即个呢，到尾当中呢，伊头前伊先像即个作为先讲因若是会当有人讲有能力到建设，当然呢，即个作为就是必要，当然是安尼。但是呢，这新时呢，伊是一个教授啦，当然伊即个道场伊的地位，就是咱讲师先生，当然呢有教化伊的一个伊的后辈前的，会当继续来学道篇。当然呢，这是第一点呢，第一点就是讲，因为伊一个教授书迄个，伊迄个书名伫当中呢，拢推崇伊来所以讲大家拢无要来熟悉，杀这个教授书呢，当然伊是一个读书，伊道场来讲是一个领导的一个地位，大家拢送伊出来要来提出这个作为啦。但是反安尼来讲啦，变成讲伊一个教授书这个啥，第一点是讲套着迄个教授书伊的名讳，就伫迄个形象上。所以讲，我一条咧形象就算我是讲我迄个当初迄个当中咧，迄个执着条的。过来就是咧，当然咱们师傅讲，伊形象上伊事上来对，反正我上甲人上。所以讲，这是伫公斤内底啦所以讲，伊安怎需要拔条的，拔条的当然我讲伊即个物件，当然，执着即个物件，人执着即个变成就难啦。所以讲无可能变成。所以讲呢，伫即个当中，这是第一点。当然呢，来讲即个得失心、得失心第三点就是讲得失心。这个嘛是伊一个法律大忌，就是讲修法即善啦若求助为即恶，当然咧，伫即个所里徛好难下，是咧人徛伫好因面所要去毋去，要落来煞无通落来，而且呢，煞伊即条的即个这几点内底呢，当然煞无法度呢，当然呢。即个伫迄个当中呢，煞无法度变成。当然呢，过去咧求道毋是，要传道毋是传法，毋是一般的教化呢，是有伫迄个所谓迄是传法。就讲我在你在，较早呢，当然呢，若无识，无见着本性，无了解老师伊的一个真正性的当中呢，要求着。迄个法律是咱上加难对啦，咱就知影过去当中，你求着老师讲老师的法是无可能，所以讲伫迄个啥，即个当中咱就当看出啦所以讲在即个当中，过啊遮，去过咧当然，伫即当中伊听去，到尾当中后壁咧，佮讲着讲，伊听去了后。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，时时像一位素写尘埃。当你听去，当然伊的五祖呢，伊嘛知影讲这无见识，伊就知影所以讲呢，伫这当中呢，伊佫家己互伊机会，佫家己教化，佫家己启示，佫家己启示了伊落尾当中，伊嘛是冤在，无法度啦所以讲呢，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咱伫即个咱就看出讲，伊心受事实，伊的程度
挺多的安尼嘞，讲着咧，按要是上架连上个真正上袂行，你都袂行，上袂行，你硬要上，当然咧，阮在一起，然后汗流浃背啊，对啦，所以讲咧，阮在咧，伊就个爱去修就对啦，所以讲咧，当然心是无地修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刻刻。四者应该当然，咱讲即脚三个这物件，伊无咧，这就是照用着亲受来使即个禅修，禅修的一个方法，所以讲咱是有着智道，当然智道一定要有智定，无智定咧，拢智道咧不灵啦，袂当灵啦，灵智啦，所以讲咧，即个咧。所以讲呢，这个当中呢，这段，所以讲呢，叫咱做一个新闻报告，当然呢不足的所在，看我们调的是过程，搞好几次，最后叫咱成立共